我来，第一件这是啥物呢？哇，这是啥物是啊？鸡蛋，这支有粗无？这个就臭诶，就臭的就臭诶哦，哦。还有喇叭的哦。用一种乐器，喇叭，粉红诶，对不对？诶，你讲安尼，伊有红伊有就是对，你喷红，菜你煮菜，哦，你香茶香水，不是？还是古早时来切头毛的，对哦。安尼切好大，安尼啊，安尼。有声，有声，有声无风，把鼓把鼓。这较早就是船的喇叭。哦，咱一般船咧驶船中间有当时啊，若起雾，船头前就看无啊。啊，伊讲来到港口，是毋是爱二喇叭者？无等下小帮。迄船啊，咧小帮，毋是像咱赛车讲随动啊动的做，船是啊，伊咧行中间，你若要动哦，无要紧，所以伊爱先有喇叭，对吧？啊，这就是气，咱讲属于气笛，喇叭。喇叭布。我去修让你看。好喂，准够啊，安尼有无？你毋知摇开无？准备搞啊，准备，真甜呢，准备搞啊，准备搞啊，准备搞了。大船入港咯！这当练 muscle 诶，练 muscle。对啊。哦，安尼恁知影无？我知。哦，这里这第一项的哦。到今嘛够有钱，够香诶，够料就好诶呢。这日本时代个老个金啊。哦，安尼足久啊。